现在搁较无2礼拜就要过年咯，台北花市来宣布，为2月12开始，一直到2月16，围落迄天拢无要关店。啊，讲今年的花产量有增加，所以整体的计数落降一成。 景花蕊来迎马年，台北花市人潮也未来，不过因着要开始备战，因为为12开始到29暝迄天的中昼，拢从108点钟无要休困。连署嘛，红色的、银色的，还有这个染金的，都很多人买。今年整体花的产量增加，去年大约是83万把，今年有机会到100万把，所以到去年同一时期相比，2股整体的计数会减1成左右。今年的花卉产量比较充足。 因为有闰月的关系，它生长的周期比较长一点，大概多了3周的时间，它的那个供应量可能会多个10%到20%左右。过年期间，当花秀吉祥就买菊花，百事买下意就买百合，那原料是上等原料拢总来，这几款花真受欢迎。通常比较传统的可能就是百合、菊花这一类，对，因为它比较耐放。对，那价格目前还算平稳。 那实际上的行情可能要下周才会比较清楚，涨是一定会涨啊，但是就是希望涨幅不要像以前那么夸张。业者表示，目前菊花挂花计数1把10蕊，大约是150到200，后礼拜2股会起100。啊，那百合目前1把5蕊，大约是25到300，一个后礼拜可能会起150。特别迎接马年，民众开钱添喜气，嘛有花蕊就有富贵。 Hello， 我是张新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